喺你落筆寫任何嘢之前，我想你幫我記住要解題。所謂嘅解題，即係講緊你要估下人哋想睇啲乜。你嘅解題做得越好呢，你嘅文章就越高分㗎啦。因為你寫啱人哋想要嘅嘢啊。睇睇呢個，請以我成功了為題作一篇文章。呢個4隻字嘅話，個關鍵字詞係咩啊？成功。跟住最緊要嘅係第二步，到底成功呢樣嘢點樣可以強化咗佢呢？用3個方向啦。第一個，我哋要強化個過程。你要好睇嘅話，你個過程一定係有啲波折，有啲努力喺入面嘅。即係你會，今天我起身嘅時候，我好想打喊路，所以我打咗個喊路，我成功了耶！咁所以啦，我哋第一個步驟，我哋諗人哋想要啲乜啊？人哋會想要一個波折嘅有努力嘅成功過程。第二樣嘢，我哋亦都可以喺感受方面強化一下嘅。咁啦，我成功了，喺入面有啲乜嘢感受牽涉入去嘅時候，我哋一定要強化呢件事。成功嘅喜悅可以去強化啦，挫折時嘅或者挫敗時的失落。好啦，跟住仲有第3個，我哋寫篇文章特別係記敘事件嘅話呢，最後通常會有啲道理或者有啲改變嘅，最後文末嘅得着